大家好，我係陳定嘉。以下我想推薦幾部戲俾大家睇嘅。第一部我想推薦俾大家係《絕世好 bra》。我哋想揾一位高人嘅，佢係人稱獨守空圍嘅阿里。係啊，仲有佢賣嗰啲 bra 咧，個個都叫做阿里 bra 咁樣㗎。點解我會推薦俾大家咧？好簡單啫，因為我拍㗎嘛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做導演嘅電影。跟住揀呢一部咧就係《小男人周記》，當然亦都係關我事啦。最值得睇嘅就係佢係陳嘉上導演第一部作品，佢係記錄咗當時時代嘅一啲態度啦，或者一啲男女關係嘅一啲轉變，亦都反映咗我諗係80年代嘅一啲中產嘅生活啦。咁點啊？唉，怕你啊！10分鐘咧，你要約10分鐘之後開始啊！10分鐘？你唔好扮嘢啊！你係咁上下嘅啫。Come on！嗱，跟住仲有一部戲想推介俾大家，就係我談的那場戀愛。咁亦都係因為同我有啲關係啦，都係我監製嘅。咁我希望大家睇嘅時候咧，係會欣賞到一種比較現代嘅愛情觀咧，就係愛情只要你相信就係真㗎啦。佢真係可以日日朝頭早同我 say good morning， 臨瞓同我講 good evening。我屋企樓下保安都係咁嘅。你話 Sir 知唔知令女人愛上你最好嘅方法係咩啊？係咩啊？係習慣，令佢依賴你，直到唔可以失去你。